9个位置，也没什么提示，点了哪张就会挪到下面的栏位里，3张相同的就消掉。这个小游戏就是最近在中国网络引起一个风潮的养乐个羊，真侪人为了破关无眠无日咧耍，就连地铁站都会当看到人耍啊真欢喜。这游戏能爆火，绝对不是因为它的玩法，而是因为极低的通关率。这个游戏一开始简单，第2关就有难度，有人因为无法度过关，甲检举的理由，佮和中国政府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有牵连。讲游戏叫做养乐个羊，暗示新冠疫情养了又养，消袂了，暗示新冠疫情无法度清零，政治无正确建议封杀，互人看甲硬气。中国政府为了达成清零的目标，唔但直直互怨叹，甚至闹出人命。9月18日凌晨2时40分许，车辆行驶至黔南州三都至荔波高速32公里处，发生侧翻，坠入路旁深沟。贵州前几天发生这件车祸，造成27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当时这台巴士当来运送民众前往隔离饭店隔离，想要到伫运送过程发生意外。虽然官方出面回释咧，佮传出有3位官员互停职，不过民众犹原真生气。有中国网友就讲，伫中国会当枵死，会当病死，不过袂当死伫新冠。某媒体人发文章讲，应该全面恢复正常。不过，甲其他质疑中国当局的言论同款，相关的文章也因随风消失。虽然民众一直怨叹中国政府犹原坚持清零，对代表习近平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保镖专程挂水暗的举动来看，恐惊中国也是认为清零才是上好的政策。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